来讲，这个名歌手台兆梅，嘛是来得到子宫内膜癌，发现的时阵已经第3期，伊是勇敢面对，积极来治疗。这鼓舞人心的故事，各方拍做纪录片。这个子宫内膜癌上主要的镜头是下肢无正常来出血，上会发生伫50岁以上已经停经的女性。因为伊的症状真明显，尽早就会当治疗。医生讲，若是早期治疗，高达8成拢无问题。歌声同款真迷人，一个开喙就互人听甲嘴梆梆。秘书回到民歌时期，歌手台条梅捌考这首如歌，伫咧歌大变安排并且，不过10年前50岁煞伫咧这个时阵得到子宫内膜癌。Oh my god！ 看到家己的头鬃红剃掉，嘛是淡薄唔甘。伊抗癌的经历，互翕做纪录片。台条梅发现着癌已经是第3期，不过伊无放弃，当超过18摆化疗，嘛真惊着癌的惊吓。这是子宫内膜癌到底是啥？是10大女性癌症死亡率之一啦。那通常好发的年纪是50岁以上。那跟这个雌激素的使用啊，荷尔蒙的使用，或者是本身有高血压、糖尿病、肥胖都有关系。子宫内膜癌唔是真罕你看的感情，患者是哪来哪济，尤其停经的人，较会行起来，含50岁以上的女性，这几年有少年怀出世，每一年患者的人数嘛比子宫头咁济。上显目的镜头就是下身会无正常出血。子宫内膜癌因为这个饮食环境和荷尔蒙暴露的关系，所以有逐年增加的趋势。那早期我们都是用这个超音波来诊断，如果子宫内膜过后有不正常的出血，那可能要进一步做一些简体的采样，那确认这个子宫内膜细胞的成分是不是有癌细胞的成分存在。医生讲，虽然查某人抹片检查并无针对子宫内膜癌，不过因为早期镜头明显，事上都会当提早做治疗，好利的几率嘛超过8成。若是有小小的镜头，民众得赶紧去医生顺看卖咧。Hello， 我是林仙怡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